唔好同我講你有幾咁炒得，師傅有幾咁巴閉，門派有幾咁深奧。投資兩個字，一揸一沽，錯嗰個抵輸咯，股災企得返喺度嗰個先係啱晒，係咪咁話？我係福建晉江人，娘親叫施十貝，係典型嘅24孝媽咪，好錫我。唔係講古專欄喺香港算係望族，人稱賠得你少，意思係贏多輸少。我07年前都未休過會輸，靠天生本能過日子。我唯一嘅嗜好係我21歲炒股，師傅係吳家順。黃道十二宮係由我胎次第一代，悟出黃道十二宮嗰陣得33歲。悟道嗰日，我親手掃咗2球貨。我話一隻股票一個莊，掃得2球就係市場中人。以後開倉掃貨都要2球。我半生經歷咗97、科網、沙士、直通車、海嘯、歐債，最後嚟到世界末日，能夠堅持落嚟，憑嘅就係黃道十二宮。送舊迎新，恭喜發財。超唔熟知。係咁樣，跟住我落地，你再推開我，你使唔使搭翻隻摸啊？